昆新安基社会大体是中央兴办的社会大体第100案，专件案有665户，工程有计一个117年完工，总工程经费38亿5580万，由中央专业投资兴建。总统赖清德特别出席动土典礼，向国民大众报告全国社会大体兴建进度以及未来的目标。咱县主市呢，当日积极推动的100万租屋家庭支屋计划。 目标呢是用2位总统，4任的任期来规划，拢从16年的期间，要来扩大兴办社会主体，满足台湾社会租厝的需求。就是打算要伫2032年，无论是直接兴办，或者是包租代管，加上蔡英文前总统已经推动的户数。 拢要分别达到25万户，拢共加起来就50万户，加上租金补贴50万户。那赖总统上台了后有3支箭，第一个就是社宅的直接兴建，然后还有包租代管。另外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当他还没有找到适当的社宅或者适当的包租代管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透过租金补贴的方式。 这个租金补贴的方式甲总统报告，现主是规个台湾申请租金补贴，而且已经有的是已经73万人。伫咱台南市遮申请到是67000个，非常的多。今年适逢台南400，也是中央大体100案的兴建，市长王伟特特别感谢各族中心的协助。台南400的今年迎接我们社宅100的兴建，那非常感谢。 国土署其实，在台南呢新建社宅，由于台南市的这个财务条件，我们需要更加努力。那在赖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就用这个公办都更的方式。所以2个直接的例子，一个是平实园区的社会的这个都更，那个是国产署的土地曾署长就知道。另外一个是2空新村，那个时候的眷村改建。 那因为透过这样的都更的方式，让地方政府无偿取得社宅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节省了至少好几十亿的。那以这个2空的1期来讲，取得70户住宅，节省了10亿；2期取得110户的住宅，节省了将近18亿多。就现在的量，昆新安基规划兴建3栋地上13层到14层、地下3层的建筑物，总共有665户社体单元，预计伫咧117年竣工。除此以外，也规划设置托婴中心、辅具服务据点，提升在地照顾服务。国家大都中心指出，中央预计伫年底伫台南推动社会大体，会当达到9944户，其中有11处已经动土。 包含昆新安基以及户数上济安南区的和顺安基，中央预计伫今年底伫全国推动205处社会大体兴建，合计有67692户大体单元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